伫阮敬拜你的时，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你下礼拜堂中间，互敬拜你的兄弟姊妹，阮虽然无看到你，但是阮的心，互主你的恩典甲圣神的开力来充满。至诚的天父上帝，阮恭敬将所有今仔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阮首先将阮的小会员交伫你的手，求主你的圣神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甲阮洗清去，互阮伫今仔日的圣礼典中间，真侪圣洁的澎湃的工人。我嘛伫你的面前为着圣歌队来祈祷，愿阮临死的时，你的天就为阮来开。当阮学了你，你就用欢喜的面来看阮，恳求天父上帝来祝福今仔日聚会的逢人，求天父上帝帮咱，互伊所选读上帝你圣经话命的话，会通亲像日出的光，进入伫人的生命中间。上帝你的道理就大大兴旺，恳求天父上帝甲阮三甲弟弟，今日舀喙打来到你圣殿的阮的兄弟姊妹。主要伫今仔日的礼拜，互阮的生命得到把助。主你亲自将你的话，亲像光放伫阮的内底，毋是一种的财物，是一种的活命甲开力。恳求天父上帝点伫阮的中间，愿将今仔日的礼拜归荣光互你。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愿这大家平安，平安。咱做阵来唱，亲眼看见你。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使我生命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咱若是有烦恼的时阵，咱着做阵来祈祷。祈祷的时阵，上帝就会互咱开力，会陪伴咱。就亲像即条歌内底共款，你会看到上帝伫咱的烦恼悬顶做工，用上帝的方法，帮咱，陪伴咱，帮助咱，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欢喜感谢你带领阮大家来到主你的面前，伫遮阮要安静阮的心，阮伫遮阮要听见主你的话语。主检查阮即礼拜来，有人无身体无爽快，有人拄着不如意的代志，总是阮无惊吓。愿知主你要做阮永远的支持，主你要互阮有一个倚靠的所在。主，阮无惊吓，毋管外面的环境有偌困难，阮知主你永远是阮，互阮支持上最有力量的那一双翅膀。主，呾即时，阮要将阮的祈祷放伫即内面。主，阮知你拢会听见阮的祈祷。呾刷落来，阮要搁来吟第2首的诗歌，展开属灵的翅膀。
属灵的翅膀，展翅高飞。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唱第3首的歌曲。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
我们呼求，我们祷告，求必听见。愿平安的泉水涌流入我们每个人心中。阿们。阿门。总是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为你的拯救来快乐。我要唱歌而乐，耶和华，因为伊用大恩款待我。世间情人拢着点情，虔诚徛伫面前。看如世间小事，他阮等伊想思。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神敬虔。这是做伙起立来吟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
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岛伯岛临难受苦，顶十日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16篇，第诗篇67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乐你，愿列邦拢学乐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伫你地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列邦学乐你，愿列邦拢学乐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就是阮的上帝。要赐福阮，上帝要赐福阮，地的四极拢要敬畏因。咱即时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阮的命运。
这是咱做伙仰头，做伙来祈祷。慈悲怜悯的主，你是生命的主宰，你想使阮有新的生命，阮的生命需要有你。阮要大声来学乐你，有你同在的生命，的确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阮要尊你做大，放下所有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阮也要献上感恩。感谢上帝赏赐的一切，互阮无得欠缺。阮要时时来感谢阿罗你。伫这个主日，求你怜悯阮的国家，除去一切惊吓甲不安，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为着国家来祈祷。阮也要举起祈祷的手，每一天为着教会，为着家庭甲工作。为着生活大大小小的代志来祈祷，主，你知影阮的欠缺，也知影阮的需求，求你照着阮每一个人的需要，赏赐互阮。阮也要学习将重担交托伫你的手中，对你有全然交托的信心。阮也要将教会暑假的事工交托互你，恳求上帝为阮备办事工需要的资源，带领暑假营会甲耶和华礼拜平安顺利，圣神同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请圣歌队。
即是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位圣经。咱做伙来看新约，约翰福音第3章30节。伊的确兴旺，我的确衰微。搁来看一位圣经，以赛亚28章21节。因为耶和华要起来，亲像伫伯勒心山，伊要受气，亲像伫基遍的山谷。通做伊的工，就是罕得做的工；当正伊的事，就是基伊的事。正道，原主的道，大大兴旺，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个礼拜要邀请兄弟咱做伙进入伫教会准备的脚步。咱的教会对今年6月开始要恢复新的常态，就是伫疫情的3年中间，咱有停止真多的事工，包括爱餐，但是咱的教会已经准备好势要重新开始。亲爱兄弟姊妹，教会需要咱每一个人同心的祈祷。咱今仔真欢喜，慈会的丰仁执事，伊有带领咱大家做伙同心祈祷，举起祈祷的手，为着教会来祈祷，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也为着咱的生命来祈祷。今仔日的题目是伫圣经中间3段的记载。第一段的记载是伫约翰福音第3章30节，第二段的记载是伫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最要紧咧，讲起人怎样伫欠过的中间，上帝差遣伊的罗卜伫初代建立教会。伫个圣经的内底咧，讲起上帝的道理大大兴旺，上帝的道理大大兴旺。兴旺这个字伫圣经内底是一个祝福，伊代表生命的蓬勃发展。今仔日牧师选这张图片来帮助咱会记得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咧讲起一粒麦仔若待伫土里4麦种，伊就要结出侪侪的活命，结出侪侪的果子。上帝的道理若放伫咱的心内，就要大大兴旺，然后要结出新的活命，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生命。所以今仔日咱的礼拜不但是为了教会来祈祷，嘛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因为上帝的话。咱的生命因为上帝的话，也因为圣神的运行。亲爱兄弟姊妹，咱拢成一个生命蓬勃发展、健康的基督徒。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我要邀请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你的话是信实，永无改变。你的话都有应允，你的话毋是干那一种的知识甲财物。你的话本身是带有上帝你的活命甲权能，主阮静静要听你的话，恳求你的话亲像日出的光，放伫阮的内心，你的道理就大大兴旺。我要恳求天父上帝你，将你的话放伫阮的生命中间，加做一个属灵的美娘，来养饲你所有的囝儿甲查某囝。主你管握，让阮的生命，你的道理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成长。亲像日出的光，直到日中昼，哪来哪光？至圣的上帝，这是阮的祈祷。恳求你将你的话变做祝福，伫阮的生命中。我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3年的疫情冲击台湾甲全世界所有的教会，咱的教会嘛无例外。好，亲像3年来，咱的教会伫真被动的中间被孤立。咱就是停止实体的聚会，咱的聚会嘛，亲像无法度恢复到过3年前咱的教会的一个基态。因为5年前咱的教会感觉，咱的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所以咱感觉咱需要有副堂，就是咱边仔即个礼拜堂新建的副堂。因为迄个时阵，咱的教会大概有120个人咧做礼拜，咱感觉即间礼拜堂内无够咱用，无拍算起一间副堂了后，咱有加倍。但是因为疫情的冲击，好亲像咱的教会真无奈，做中职、做牧师、
嘛为着咱的教会来烦恼。但是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所听的弟姊妹，当咱教会好像就真被动的时，咱静静来跟对上帝的脚步。但是伫这3年中间，上帝并无放杀咱，因为伫这3年中间，有真侪伫网络顶悬无法度实体聚会的朋友，当时的兄弟姊妹，真奇妙的代志，上帝做工。有时我会伫无意中间来接到电话讲，牧师，请问恁的主旨要安怎去？因为我伫直播顶悬有参加咱的礼拜，我真想要有一日会通来到德堂，甲恁做伙做礼拜。所听的弟姊妹，咱要准备咱的教会，互上帝的话来真侪正人的祝福。今仔圣经咧讲，上帝的话传开，大大兴旺，特别是今仔日的金句。伊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9章，伊是帮助世间人伫困境的中间来找到上帝的作为。今仔日3段圣经拢来讲起，伫历史上圣经记载，都是伫一个世俗化，是一个离开上帝，是一个弯曲背逆的世代。上帝怎样对伊的百姓来讲恶目的信息？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愿你的话。伫这个所在大大传开，因为今仔日这个世代有真侪人较无上帝的话，也通过直播的礼拜，我深深知影讲，其实有真侪上帝的囝儿心内要过，毋是无饼通食，无水通啉。今仔日有真侪基督徒，因真期待因会当听到上帝宝贝的话。所以，弟姊妹，咱当心伫主的面前用感恩的心。咱会当有实体的礼拜，咱会当做伙伫礼拜堂中间有3天兄弟姊妹。有一寡人因为破病缘故，因无方便伫人真侪所在甲人出入，所以有真侪人嘛，甚至行动无方便，无法度到礼拜堂来做礼拜。但是今仔日上帝用一个真奇妙的方式，就是用网络的直播，互袂通来的人，伊嘛会通得到上帝的话语。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为着这个人来祈祷，咱恳求天父上帝首先，互咱的生命来得到成长。今仔日的圣经讲，上帝的话兴旺，人就得到大大的兴起兴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按万民来讲话，不但为基督徒来讲话，也恳求天父上帝。你为着伫今仔日个世代内底有需要的人，包括阮的姊妹吴家珍，这个姊妹几啊个月，伊常常暗时若想到伊的家庭、伊的哥哥破病，伊有时会对咱后壁这个社区行来到礼拜堂的门口，徛伫门口迄个所在，伫遐静静徛咧祈祷。伊毋是咱的教会已经洗礼兄弟姊妹，但是伊是上帝的查某囝。伊的哥哥脑充血，所以身躯无方便判重病，伊真毋甘伊的哥哥会病痛，所以伊甲上帝祷讲，主啊，求你帮助。亲爱兄弟姊妹，教会的设立是为着互枵喙带的人来得到帮助。教会的设立是为着要成做一个恶梦的记号，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当伊若行过这个所在，伊看到上帝教会的时，伊对心内有一个期待，讲主啊，求你帮助甲怜悯我。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之地，上帝伫逐世代拢做新的事。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28章咧讲起，上帝要做一项奇巧的事，上帝要做一个奇妙的事，就是伫战乱的中间，伫世俗化时，上帝要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段圣经是咱的教会的金句。这是咱的教会重新复兴，也是咱的教会重新搁再出发，嘛是咱的教会对将来带着愿望的一个祈祷。讲，主啊，求你伫我的生命中间来做新的事。疫情的3年无阻挡咱，疫情的3年，互全世界教会准备要重新出发。求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嘛做新的工。亲爱兄弟姊妹，愿咱甲咱的囡仔、甲咱的家庭。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看见你奇妙的所在，互阮伫今仔日
来真做一个祝福人的教会。主，当阮咧听上帝你的话的时，阮嘛要为着做无方便通到教会做礼拜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愿主你的圣神进入因的生命中间。主啊，求你伫这个所在所施落的恩惠，伫普天下，互见了听的人就得到帮助。今仔日的圣经，亲爱兄，这只有3句话，这3句话拢是带有应允的话。亲爱兄弟姊妹，愿咱将这3句话放伫你的心内，特别放伫你的祈祷中间，成做你的帮助。这3句话拢去讲起兴旺这项代志。兴旺伫英语有一个字，足水的一个字，无使用的这个图片 ，flourishing 这个字，这个字伫21世纪真做一个即卖的学坛，也是讲企业在发展，真侪拢咧用这个字。这个叫做正向的心理学，正向的心理学。伊咧讲起一个人的内心有一个健康的心灵，人的内心有一个健康的情绪，人的内心有一个健康的这个思想，以自然而然，伊就会活出幸福甲健康。flourishing 就是讲一个活泼、生机勃勃的一个生命。我用这段的经文带有这个语言，甲兄弟姊妹来做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听兄弟姊妹，健康的人自然就成长，健康的教会自然而然嘛成长。一个健康的人自然而然，迄个幸福的信息就进到我咱的内面。这毋是干那咱伫信仰上来讲，现代真侪的心理学的这个学坛智商者，包括科学家因咧研究。人咧追求幸福甲健康的过程顶悬，因发现有一项，就是人袂当干那追求幸福，人需要有一个真好的，就是智慧甲正确的正向的言语，就是道理来进入人的思想的中间。因为一个真健康的信息会帮助人行健康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3000年前以赛亚这本册就甲咱讲起，上帝的话。要带有兴旺的气力，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的话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就有光。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祷讲，主愿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愿天父上帝甲我三甲地地。今仔日咱的金句就是短短8个字，主的道理，主的道理大大兴旺。这句话伊简单伊原文的意思讲，主所讲的话。要大大兴旺，大大发展。兴旺这个字叫做沙诺，这个字本身就是拄则我甲咱解说迄个英语叫 flourishing。这个字意思就是充满一个咱人自然而然的自生长的能力，对咱的内在有好的免疫抗体，对咱的内在有好的新陈代谢。一个好的新陈代谢的人，伊就无容易互迄个三高的情形来搅扰。因为伊的新陈代谢自然而然会平衡，所以兄弟姊妹，愿这种的观念是真的，佮带有应允。上帝讲我的话，要带有生命成长的气力。愿天父上帝所讲的话，成就伫咱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间。主帮助咱，佮有第2段这个圣经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3章30节。约翰福音30节。这段话咧讲起一个上帝所重用的加西利约翰，这个人伫耶稣进前来为了耶稣准备福音的道路。这个人以这句话是一句真水的话，带互咱有真大的反省甲帮助。伊讲耶稣伫我的生命中间，要哪来哪兴旺，我的生命要哪来哪衰微。所以兄弟姊妹，兴旺甲衰微是一体两面。伫这个所在，加西利约翰知影讲，有一个真爱的上帝，伊来到我的生命中间，伊要带互我生命的稳定甲帮助。至圣的天父上帝，愿上帝将伊的兴旺，就是上帝家己本身放伫咱的内面。加西利约翰讲，我若伫耶稣基督的面前，我就无算做什么；伫上帝的面前，咱拢无算做什么。伊讲我要衰微的意思。就是讲，我内底自我，我内底骄傲，我自以为中心的迄种的思想，
就因为耶稣的存在，这种的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会慢慢会无去。人内底的歹，人内底黑气，人内底一个无正直的弯曲背逆的思想，要因为上帝的真理，人要行伫光明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愿这两句话帮助咱。伊咧讲起兴旺这个字伫圣经中间，伊带含着这句话的意思。圣经内底所讲的话，拢总有关联。伊咧讲起兴旺的意思，就亲像所罗门伫箴言第4章18节，伊讲：义人的人生道路，要亲像即出的光，哪来哪光，直到日中道。兴旺的意思就是安尼。咱的生命一开始就永远无回头，咱的生命一开始就永远无停止。上帝所带予咱的生命的成长甲发展，是哪来哪光，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兴旺甲人的一生无共款。人的一生有成长，但是人的一生有年老衰老。但是上帝所予人的生命，是一个哪来哪光的生命。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将这种兴旺的画面放伫我的内底。主啊，我要高举你，阮的教会要高举你。上帝要伫这间教会兴起伊的稳定，上帝要兴起这间装较细间的教会，互最人甲阮同得福音的好处。教会要兴旺，需要屈价家己。一个基督徒要领受上帝奥妙的人，伊需要学习谦卑的功课。伫主的面前，带有敬畏的心，这是3项代志。第一，有敬畏上帝的心；第二，有谦卑的心；第三，有顺服的心。这种的人，才会当伫上帝的稳定的道路顶端来看见上帝奇妙的所在。咱来读今仔日伫以赛亚第28章1节的记载。这段圣经咧讲起上帝要兴起，伊要伫比勒心山，要伫基遍山谷来做伊的工，来成就伊的事。所听的姊妹，这段话咱读的时阵并无足清楚的这个感动，但是以色列人若读这段圣经的时，因足清楚知影这段话是一个真要紧的古战场。比勒心山是代表镇赢非利士人的迄个所在，所以犹太人的后代若听到这个比利心山的时阵，伊就想到上帝捌伫古早伫阮的先祖大卫的身边来帮咱，大卫弹赢歌利亚，来弹赢非利士人。所以当以色列人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因深深知影历史的作为。基遍山谷咧，基遍山谷就是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后，甲基遍人咧相台的所在。因是一个对外面来移民的族群，所以伫个所在拄着侪在地人会困着甲糟蹋。上帝帮助因伫遐安居乐业，所以圣经咧讲起上帝捌伫历史中间的作为。但是今仔这段话，上帝讲我受气，因为这会受我祝福的百姓，因竟然袂记得我的作为。我受气，因为我的百姓世俗化，伫这个所在拜偶像，所以上帝讲我受气，我要搁做一项工课。以前我伫比利心山伫基遍这个山谷中间所做的事，今仔日我所失落的稳定，我要收回。兄弟姊妹，咱常常伫教会内底讲，耶和华祝福，耶和华收回。恁敢要伊记即句话？上帝是有一个有权柄通祝福人的上帝。上帝伊会当祝福咱，伊会当甲咱陪伴。但是人若世俗上帝，人若无敬畏上帝，上帝嘛会将人内心的稳定甲圣神甲伊收回。所以代表者会伫伊犯罪了后，安尼祈祷讲。主啊，求你无恩我收回你的圣神。兄弟姊妹，今仔圣经咧讲起，上帝是一个会当祝福人的上帝，上帝嘛是一个会当收回伊的稳定祝福的上帝。所以今仔这个所在咧讲起，上帝伫过去怎样做，伫将来嘛要怎样做。所以兄弟姊妹，愿咱永远带着敬虔的心，无亵渎着咱的上帝。
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咱的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是一个正直的上帝。今日我要甲咱做3个功课的反省。第一个反省就是上帝的话才是真道，神的道才是真正的道。愿咱伫这个世间所听最多的信息，兄弟姊妹，咱听的道理敢无够额济吗？咱活伫今仔这个世代，其实咱听的道理太多太多，济甲互咱有当时无法度分辨讲，我即摆所听的道理敢有道理？但是保罗的时代嘛是安尼啦，这叫做人类的历史一再重演。人类的历史其实常常伫人的道理甲世间的道理中间咧做跷跷板。这个世间讲真多的道理，上帝嘛讲伊的道理。基督徒活伫上帝的圣殿内底，这两个道理，兄弟姊妹，你要听对一边的声。所听的兄弟姊妹，静静听，多多只有听咱上帝的声。所以今仔日咧讲主的道理大大兴旺，主的道理大大兴旺。你讲迄个字本身叫做 logos，logos 这个字就是上帝所讲的话，就是真道。愿天父上帝伊所发出的话，会当伫逐所在来得到帮助。受到上帝话语的帮助，我就想到诗篇19篇第7节甲第10节，我读互兄弟咱来回忆。来复习嘛，做咱的帮助。耶和华的律法照备，会互人心醒起来；耶和华的法度确实，会互戆人有智慧。比金搁较通羡慕，比最好的金搁较通羡慕，比芳芳的蜜搁较甘甜。所听的弟姊妹，上帝话的价值在伫即所在。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恳求圣神的帮助，若毋是圣神的帮助，咱伫两种的选择的中间，有时真无容易做决定。愿圣神伫咱的内心帮助咱，互咱有智慧。因为圣经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若敬畏上帝，上帝的圣神就要入咱的内心。一句话。有可能咱前听无，但是今仔日咱忽然听，咱就明白为什么？因为心花开，心有开，圣神也伫咱的内底，咱就听有上帝的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甲咱帮助。圣经常常记载讲，伫一个弯巧背逆的世代，人无爱听上帝的话。所以保罗伫哥林多教会嘛是安尼，有所教会嘛是安尼。伫提摩太伊批信嘛是安尼，提摩太后书是提摩太批信是保罗写予提摩太，因为迄个时阵保罗爱提摩太留伫有所的教会来服侍伊。今仔咱所读的经句，使徒行传19章，兄弟姊妹，若会当今仔日倒去了，恁规章19章拢重新读过，因为迄段话是咧记载保罗伫有所教会2年外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过程，所以保罗伫迄个中间有看到有所教会所拄着的困难。有所是一个港口，有所的山头，伫迄个港口的山头，就亲像高雄基后顶悬有一个山头，山头顶悬有一个当时有所城上大一个女神明、女神的一个大庙，所以有所是一个足迷信的所在。伫迄个所在有真侪上名声，有真侪遐个道士因写真侪这咒诅的不是咒诅，就是讲符仔册有真侪即个拜偶像的工业用银的器来拍迄个神像，所以有所是一个真迷信的所在。当保罗来到迄个所在，保罗传讲上帝的话，照圣经记载，伊伫遐2年半。逐日进入一间学校，伫遐讲上帝话，互人听。上帝话伫遐改变即个城市。兄弟姊妹，保罗伫迄个所在带因做礼拜，甲因换手祈祷，圣神充满。所以才有今仔日这段经句讲，上帝的道大大兴旺。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教会需要的就是圣神的帮助。
咱的人生需要的就是圣神的帮助。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用这句话来提醒咱。圣经安尼讲，因为时间到，人要厌烦这个纯正的道理，伊的耳孔真不爱听，因为人趁家己的情欲，伊爱听真侪高谈阔论的话，伊不爱听上帝的话。今仔这个时代，教会嘛会受到这种的搅扰。所以，弟兄姊妹，专心安静，互上帝圣神带领咱，互讲的人、听的人，拢平平伫上帝的真理中间来得到造就。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每一摆我祈祷的时，主你将你的智慧的光赏赐予我。今仔讲道理兴旺，就是道理哪来哪光，亲像箴言拄则咱所读迄段箴言讲。义人的路，要亲像日出的光，哪来哪光，直到一中道。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顶。保罗嘛，搁伫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内底写这张批，伊伫这个所在讲一句真值得咱思考甲反省的话。伊讲：我为着恁无停止的祈祷，因为恁听着我所讲的道，上帝的道，恁就欢喜领受。你无感觉讲这是一个人所讲的道理？因为恁一听就明白，这个话是上帝的话，这个话是真正上帝的，伊要运行伫恁的心内，伫信的人的内心。2000年前，保罗已经甲咱讲，咱听上帝的话，但这个世间嘛有这种的话，就亲像上帝甲亚当讲，但是这蛇嘛甲亚当讲。上帝甲夏娃讲，但是迄只蛇就要甲夏娃讲。上帝敢安尼讲？亲爱的弟兄姊妹，经内底有一句对比的话，叫做人的道理甲上帝的道理。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安静专心，咱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有少量的智慧，咱甲上帝讨讲，主独独听有你所讲的话。我要独独听有你所讲的话，所以独独只有上帝的道是真道，只有上帝的道是真道。咱的教会对2000年来一直主张，就是上帝的话一笔一画拢无改变。上帝所讲的话，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一个单纯的心，愿咱得到圣神的帮助。咱有单纯的心，咱听就领受，咱听就顺服，咱听就成就。主讲，伫属上帝的人要得到完全；伫属上帝的人要得到完全。完全这个字，伫圣经叫做 shalom， 伫英语就是我拄则甲咱分享的迄个 flourishing， 就是发展、人格发展、生命发展。灵命发展、思想的发展，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话要互属上帝的人，伊的思想得到完全，通准备将来做贵重良善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分别。今仔日保罗伫帖撒罗尼迦所讲的这句话，到底我所听的话是上帝的话，还是人的道理？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的中间。第二，今仔日个礼拜，我要邀请兄弟姊妹，要注意安尼祈祷。主，你要伫我的生命中间掌权。主啊，我要将我的心思意念摆在你的面前。我要将我的心思意念摆在你的面前，互你来监察。你要伫我的生命中间来居所位，互上帝伫咱一生中间所有一切的决定做决定者。互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做带路的人，互上帝伫咱的婚姻、伫咱的工作、伫咱的情绪、伫咱的投资、伫咱的人生的标杆，大小事，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态度。一个人若愿意高举上帝，上帝就将咱放伫伊的宝贝的手中。一个人若愿意高举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全然的交托，
今仔日的圣经的第一句，约翰福音第3章30节，行洗的约翰，伊伫众人的面前来讲起，耶稣的确要兴旺，我要衰微。因为行洗的约翰知影徛伫伊面前的人是甚物人。亲爱的姊妹，咱若认捌上帝是甚物种的上帝，咱若深知上帝是甚物种的上帝，咱就要伫上帝的面前，全然将咱的一生无计较、无看路，甲上帝讲：主啊，我要对你到一生的路尾。这就是今仔日真要紧的祈祷，谦卑的祈祷，信靠的祈祷，顺服的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第二个祈祷，就是一生坚持，互上帝做头，互上帝带路。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我真爱行洗的约翰这种的态度，因为我深深知影，这种的态度是上帝所欢喜的。兄弟姊妹，咱伫上帝的面前，都要有这种谦卑的心。咱甲上帝讲：主啊，独你兴起，我无算作什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所有的事奉内底，拢是安尼。主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心，也互咱的生命为主来发光。主的道理伫咱的内底兴旺出来。伊的意思就是，当主的话若伫咱的内底，咱活出来时，人就要伫咱的生命甲生活中间来看见上帝。所以，弟姊妹，愿上帝的圣神祝福咱在座当时的兄弟姊妹，无一个人例外，互咱的生命带着一种荣耀，就是上帝家己的荣耀，上帝伊的良善点伫咱的生命中间。当咱若将上帝放伫咱的家庭，咱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家庭一家之主，上帝是我家庭的主。那安尼，咱的家庭就要伫上帝的带领、保守甲祝福的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第二个祈祷，就是用敬畏上帝的心，谦卑家己，全然安静顺服，互主伫咱的人生中间。第三，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来学习，互上帝的话活伫咱的生活中间，互上帝的话活伫咱的内底。咱的教会真爱这句话讲，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孩子，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还记得这句话吗？就是一个黑暗的世代，弯曲悖逆的世代。咱是上帝光明的子子，咱需要为上帝来表明，我信主了后，我的生命是全然无同款。亲爱的弟兄姊妹，咱安怎信，咱就安怎活。这叫做基督徒将上帝的话活出来的意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会记得这句话。腓立比书第2章15节，伊讲：伫弯曲悖逆的世代，诚实无虚假，做上帝无瑕疵的子子。伫这个黑暗的世代，将上帝的真光表明出来，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愿咱所听的每一句圣经的话，上帝的圣神帮咱所听兄弟姊妹，咱无一个人甲上帝的话打折，好无？恁敢愿意？主啊，所听所有圣经的每一句话，主啊，我无打折。既然是你所讲的话，愿你成就伫我的生命。互我的生命全然将你的画面表明出来，表明上帝伫咱的话内面的话，就亲像保罗写伫哥林多前书13章，伊讲：我细汉的时阵，我讲话亲像囡仔，我的性情亲像囡仔，我的意见亲像囡仔。这我搁读一解互咱听。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讲：我做囡仔的时，我讲话的款式亲像囡仔。我做囡仔的时候，我的性情就亲像囡仔，真幼稚。我做细汉的时候，我的意见真幼稚，讲迄囡仔话。但是既然长大成人，我就气煞遮的。兄弟姊妹，长大成人会重要。咱要真有带有上帝完整的本性，上帝的神性伫咱的内底，要改变咱的讲话，要改变咱的性情，改变咱的意见。这有重要无？有这3项来祈祷。第一，主啊，对今仔日开始求你帮助我，无乌白讲话。既然我所讲的话，愿我
拢会通造就人。第二，改变我的意见。我细汉的时阵像个囡仔，但是我长大成人了，我要真做一个有成熟意见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意见对来，对上帝的话，一个倾读上帝的话的人，伊就真有意见。但是伊的意见是上帝的意见，做伊的意见。阁有一个互上帝圣心充满的基督徒，伊的内心就亲像拄则我用迄个英语的字讲，伫现代的即个心理学家因真爱讲一个正向的心理学。伫咱的内面有一个正向的意念、正向的情绪，人伊就有健康。兄弟姊妹无简单，咱拢知影即种道理。但是，若毋是圣神伫咱的内底，圣经讲上帝要用伊的神来换咱的神，你会记在圣经无？上帝要赏赐一个新的灵伫咱的内底，是一个好的灵，是一个健康的灵。所以，当上帝将伊健康的灵、新的灵放伫咱的内底，新约的圣经叫做eudaimonia，好的灵。这个好的灵若进入咱的内底中间，咱就无容易跨入，无容易受搅扰。所以，兄弟姊妹，这毋是咱做会到。所以保罗才安尼祈祷讲：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会记得无？我靠上帝。原咱就今仔日个礼拜，咱换着咱的心祈祷讲：主啊，我要怎样来表明我是属于你的囝儿呢？亲爱兄弟姊妹，你伫日常生活你拢安怎表明你是一个基督徒？我甲咱分享一个小小的动作。恁有咧用 Line 无？恁咧用 Facebook 无？恁伫 Line 跟 Facebook 内底，恁常常咧甲人分享，恁拢咧 po 什么东西？恁伫这个族群内底，恁会当收到真侪无共款，各式各样的影片啊、短片啊、特辑啊，有时根本都看袂了。你敢看会了？你的朋友若愈侪，我看族群若愈大，有当时你入来了，大家拢甲已读尔，根本嘛无已读，就是已读不回嘛。但是所听的弟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咱的生命若是一个表明，咱是属上帝的人。不但咱的意见，不但咱的讲话，不但咱的情绪，伫咱甲人交往，特别今仔日遮尔简单，伫 Facebook 顶悬，咱咧铺真多的物件，咱所用的物件，敢有造就人？保罗讲，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兄弟姊妹，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上重要目的就是造就人。恁敢有同意？话唔免济，讲了对，讲了水，话唔免济，话就要带有力量。愿天父上帝祝福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是一间愿意表明上帝的道的教会，阿们嘛。愿上帝帮咱在座兄弟姊妹，无论你行到什么所在，人看到上帝的荣耀，甲伊的美丽，伫你的家庭、你的人生中间。愿天父上帝祝福你，互你真做一个真高甲人分享，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的人。咱同心来祈祷。耶和华阮的上帝，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每一摆阮敬拜你的时，恳求你，互阮哪来哪亲像你。耶和华阮的上帝，求你帮助阮，互阮哪敬拜你，阮就哪亲像你。至圣的天父上帝，阮要领受圣餐进前，阮安静阮的心，恳求你。通过今仔日的圣餐，搁一摆，互阮领受主耶稣基督活命甲伊的宝血。我安尼祈祷，我跟耶稣的圣名，阿门。
咱同心来吟圣诗217首，来准备守圣餐。受悲喜名求主耶稣提饼祝下白好事动，讲水啊上苦提啉拍破，天提起车来笑念我，然后旁背感谢上帝，讲一个杯互恁大家。我会流出这因的求，下做阮互恁享受。所听的姊妹，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有提饼祝谢讲，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我的死，直到我过来。所听的姊妹，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耶稣，愿照你的教示，摆设圣餐的宴席，伫你的圣殿内，愿组织。愿要纪念主耶稣，你伫十字架顶悬。所带予阮上帝的救恩，甲圣洁的听，阮伫你的面前，虽然未堪得，但是愿安尼照你的教示来行。也愿你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互这个饼真正做你的活命，互这个葡萄汁真正做你所设立的新约。所以，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到阮的中间，主耶稣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餐。互领受的人就得到恩惠。愿将这个圣礼奠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甲阮同在。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英宏长老甲陈秋吉长老、秋吉长老来，林秋吉长老来旁边。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亲爱的姊妹，用祈祷的心
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所赏赐予咱，是天然的饼，是以上帝家己的话名。所听的姊妹，咱用基督的心来领受。主耶稣，求你怜悯阮。主耶稣，求你怜悯阮。主耶稣，求你怜悯阮。主耶稣，当你到你的国度的时，求你纪念阮，愿你的国临到，伫地人亲像伫天人。主耶稣，求你纪念阮。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主耶稣，我有听见你应允的话，主管袂堪得，但是你的生命为着阮拍破。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亲爱兄弟姊妹，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饼？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印红长老甲这个宗圣长老，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的会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的会所设立的。主耶稣，这个杯就是你的会所设立的新约。我要用安尼来纪念你。主，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用伊伫十字架顶悬所流的宝血所设立的。
杯代表信用，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你们行安尼。这个杯代表信用，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咱同齐来领受。逐摆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主耶稣过来，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痛，阮领受圣餐，诚做阮属天的美娘。阮通明白你何等的疼惜阮，也互阮结连伫你，诚做天国的百姓。诚做上帝的囝儿，主阮谦卑恳求你帮助阮所有属于你的囝儿查某囝。当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领受这个饼甲葡萄汁的时，求你扶持帮助阮，持守甲你所立这个圣洁的交通，通用光你的性命，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直到你过来。奉耶稣你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准备奉献。平安礼，请曾牧师。敢有头一届来咱教会，这位是米粒的亲人吗？同事，欢迎你们来哈，很欢迎你们来哈，好，请坐。
咱有一个对加拿大倒来亚进吼，咱欢迎伊甲咱欢迎伊吼，伊爱叫丹牧师阿姨吼，姨婆啦，姨婆伊暑假对加拿大倒来做志工实习，嘛甲咱的青年的雅会来做帮忙吼，我们很高兴雅静回到台湾跟咱做伙吼。咱真欢迎，是哦，很高兴你带你女儿来参加哈，咱真欢迎。雅静哈，咱请雅静，咱挥挥手哈，咱很高兴他家珍哈，家珍。家珍，耶稣爱你，你很棒哈，你很棒保院有很多人为你祷告教会也是你的第二个家哈，教会也是你第二个家哈。咱来为着所有需要的人来祈祷哈你若欢喜来头前祈祷，咱就来头前祈祷。恁若无，恁会当伫恁的心中有你需要的人，伫咱咧吟耶稣听你的事，你甲主耶稣讨，主耶稣求你将你的祝福放伫我的生命中间，吼。主耶稣，你的听是阮最大福分。你也所听你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阮脱离黑暗的关系。我进入光明的国度，我耶稣听你话求你，耶稣永远听你。主耶稣，阮吟这条诗歌的时，阮会记得你捌安尼讲，你捌对世间人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的面前，你要互阮得到安息。使阮为着阮中间有人拄着重担、病痛、心灵的搅扰，拄着因无法解决的事。主耶稣，你是阮的救主，求你怜悯因。求你帮助阮，世上的主耶稣，愿阮对你祈祷的时，求你无静静无回答阮的祈祷，求你特别用你的慈爱来帮助每一个伫你的面前交托你，愿主你照因的需要来成就上着你的怜悯。主，阮特别为着阮中间年长的士大人、长辈、病痛的人、心灵受搅扰的人。恳求天父上帝，你甲阮同在，愿因平安。主耶稣，你的听是阮最大的快乐。愿主你互阮求就得到。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帮助，互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当因伫你的面前安尼甲你恳求的时，主你丰丰富富来怜悯佮帮助。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哈！这礼拜生日的人，请恁来头前。书记姐，哈！要说听你生日快乐，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伫阮每一届生日的时，阮拢带着一个足深的期待，阮会通伫主你的祝福中间，新的一年大大有上帝你的恩典。
至圣的天父上帝，愿你用油抹伫每一个生日，你的囝儿查某囝因的生命中，做填满因生命的杯，做互因心所求、喙所讨，因深深相信上帝你的恩惠对天降临伫因的中间。愿天父上帝所赏赐因的，毋是干那假清用，阁有就是上帝你对天人来迄个荣耀、平安、丰盛的画面，互阮真做一个地上的记号，互人看见上帝你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甲四肢、甲所有阮今仔即礼拜生日的兄弟同在，互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来恳求祈祷我家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好，咱来为着生活营的这同工来祷告哈。咱来请咱的青年来头前，咱做伙来祈祷。咱明仔载开始就有生活营哈。这是咱的教会很棒的传统哈。往后一点，好。亲爱兄弟，咱的教会是伫服侍中，咱的囡仔是伫服侍中间成长的，吼，一代搁一代，因带领这个社区的暑期青年营会，是一个最要紧的操练，吼。啊，咱同心为因来祈祷，咱每一个人拢出声祈祷，好无？咱每一个人拢出声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为着阮的宝贝的青年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互因诚做阮的祝福，诚做教会的宝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因的成长来感谢俄罗你。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因有敬虔的心，互因有服侍上帝你的热情。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赞，互因伫即个营会中间，会当带着上帝你对天人来圣神的开力，祝福因诚做上帝你好的器躯。至圣的天父上帝，互因伫工作中间会当祝福社区的囡仔。至圣的天父上帝，也互因伫工作中间有好的学习。至圣的天父上帝，赏赐因智慧甲能力，互因所出的祝福会当诚侪社区的祝福，甲教会的祝福。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加油，好，耶稣爱你们。咱教会儿童营的传承有一点中断啦。咱今年不管有偌济囡仔，其实今年无几个囡仔，拢是咱家己的囡仔因为今年疫情也阁真严重，但是犹原坚持，请这青少年爱努力去准备，因为因今年若无甲这个营会走一圈伊就准中断掉。咱即摆囡仔是迄个时阵的第三线，就是迄个对伫大哥哥大姐姐边啊咧帮忙的囡仔今年就直接因要跳到第一线的服侍。以前第一线的服侍只有剩一个，也搁伫咱的中间，就是刘玉成所以今年是刘玉成带因做伙咧准备。昨昏。因为即摆囡仔时间足歹按算，所以因昨昏来的时阵，大家就足认真做甲足暗的，咧准备遐个物件。感谢主互咱的囡仔的热情，袂因为无啥物人，因就无认真去准备。因知影因必须爱传承落去因若无传承起来，可能这一环就中断了。咱教会有真侪很好的传承，
上2个礼拜，迄个大社教会来遐，来咱遮做伙食做礼拜了爱餐。伊看到咱的囡仔咧搬椅搬桌，咧扫涂骹、揉涂骹，因足惊讶的吼，因足惊讶，伊讲哈，恁的囡仔较会家己咧做，恁敢有甲强迫？无啊，咱的囡仔食饱，因就是习惯安尼做。即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规矩，一间教会嘛有一间教会的规矩。咱感谢主，咱的囡仔，不管当时因拢会记咧因家己的迄个，因家己爱服侍的使命是啥物货吼。但是面对足热的即个服侍，而且有要请逐个人来帮忙吼，因为因中昼顿要甲迄个向日葵做伙食。连晚餐吼，因有20个囡仔住伫遮，晚餐为阴暗是夜里吼，伊要帮忙。然后拜一甲后礼拜6，因为因要集合在一起的时间足无的，所以因后礼拜6就开始要排演。后礼拜日是主日学甲青少年主日的要联合主日，所以因要留落来排演吼。所以咱一直。拜一甲拜6的暗时，吼，需要有人来斗3工，需要有人来斗3工，特别暗时吼来备餐的，这20个你会当伫厝款套摕来是安那，拢总会使的。礼拜日来才甲按路清钱就好。但请恁买一个水果互因食，还是甲因准备一个凉的吼，因为迄个遐尼热吼，台湾真正足，咱即摆已经足热的吼。后礼拜日因为因会联合主日，所以我有甲丽芬讲恢复爱餐吼。后礼拜有准备爱餐，请咱大家留落来吼，请咱大家留落来。咱即摆想讲，你伫拜1甲拜6，你会当提供啥物货？你会当来斗煮饭，还是讲？恁隔壁拄仔咧卖水果卖歹食，你会当帮因买吼。恁等者会当来甲牧师登记吼。即马礼拜2已经有人登记过，还佫有1、2、3、4、5，还佫有5人吼，还佫有5个暗时吼，请咱大家来斗3工，等者来找我登记吼，来找我登记。我若看到伊恩吼，我就足感动的吼。玛丽的教育是足好的。恁敢知伊恩2岁外，家己排尿布来参加营会，伊咧拍摄，这是你的好事了。我记得吼，伊伫因大的迄间内底电话，哥哥来啦，要创啥？伊上大号好吼。咱就马上有哥哥会走去甲伊，所以逐个囡仔拢非常的相疼吼。我足希望这诚做咱教会一个足好的传承吼。大汉的带细汉的，细汉的恁搁面对，恁搁落搁有一批搁较细汉的咧等恁带。吼，愿上帝祝福因的服侍，嘛愿咱每一个人来成就因的服侍。好，帮助因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礼拜日早时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礼拜3暗时8点伫礼拜堂，青少课礼拜6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礼拜6暗时7点半。线上祷告会、查经班、圣工服侍、后礼拜聚会、临安乐之书、领诗青少课、司琴张顺珍姊妹、书宪交代张世昌乌素基执事。先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家己来看。具体交通第一，本主日有圣餐请备办心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本主日爱餐暂停，因为备餐小组疫情感染，等待疫情稳定了，才可恢复。第三，
主日礼拜后召开7月份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四，今年耶和华礼拜预定伫8月20举行，地点北门武基督教会，请大家预留时间，请已经报名。第五，明在7月初3到初7，暑假儿童营，请为青少年事工代祷。大约20人的暗顿，需要有人斗3工，请陈牧师报名。第六生日，庄雅竹、庄雅敏、陈守正、陈恩寻、胡素基、钟启恩、詹秀珠。鸿雁报告，请咱家己看，然后出入才过价反映。大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心心欠安、丁丽华、钟岩、詹达、庄仁聚、黄宏仁，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心心灵甲课业祈祷，为升学代祷，升大学庄硕恩、刘怡、肖敏玉。第四，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富林一集，德克达亚，这是咱做伙吟上映的诗歌507首，吟诗刷，请曾牧师作导。归天北上帝，阳光升家升西三位天，在地天，在地天，将来永远的天，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支持，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闭会。